Hello，大家好啊！早年咧曾經有一間學校咧就出咗一個 ad 咧，就招聘呢一個0.1嘅學位教師啊。咁當年咧其實就引起學界咧非常之轟動。咁究竟0.1個老師係發生啲咩事情咧？點樣可以將一個老師劈開10份咧？今次呢一段片咧會同大家講下，因為咧我知道好多嘅新老師啦，即係啱啱喺大學嗰度畢業出嚟嘅老師啦，咁啊可能咧同校長簽約嘅時候咧就發現自己嘅教職咧可能係涉及到一啲點數嘅，咁唔係話成個教職係點數，而係部分嘅教職咧就係涉及到一啲點數。咁係究竟發生啲咩事情咧？背後校長係玩緊啲乜嘢嘅手段咧？咁我今段片咧會同大家咧去詳細講解一下。首先我想同大家講嘅就係點解呢個世界咧會出現一啲嘅點數教職先。其實咧喺教育局嘅撥款裏面啊，根據翻資助則例嘅話咧，你睇翻咧，其實有唔少嘅一啲嘅 establishment 啦，個編制老師咧係嚟自一啲嘅係會出現一啲嘅點數嘅。咁包括例如係支援高中嗰個課程嘅一個分定啦SSCSG 啦，咁咧佢係每一個高中班咧係0.1個老師咁去俾去支付嘅。咁又例如一啲嘅 Band 3中學啦，佢收咗一啲嘅 low achiever 嘅話咧，每收到一班 bottom 10嘅學生咧，佢哋就可以有額外0.7個老師位。咁另外咧就話，如果係其他學生，佢係 Band 3噶啦即係10%至到33%，每夠一班咧，佢又可以多0.3個老師位。所以對 Band 3學校嚟講，其實佢每年咧嗰個嘅編制老師嘅數量咧係有機會會變化，係啦。咁啊即係殘酷啲講，如果你間學校做得好咁你本身收開啲 bottom 10嘅學生，變成收多咗啲高少少嘅學生咧，咁就唔好意思啦。你下一年咧就會少咗老師，咁係一個懲罰機制嚟嘅。不過呢個咧就後話啦。咁另外咧就本身喺編制裏面個 establishment 裏面咧，初中班咧每班係1.8個老師，高中班咧每班係2.1個老師。咁所以咧你聽落都知，其實咧呢度所有嘅數字咧都係一個小數點嘅數字嚟。咁你加埋出嚟出現小數點係一件好正常嘅事嚟嘅。咁其實教育局咧係可以咧俾你即係俾啲學校咧申請將突咗出嚟即係例如我個編制係50.2個老師啦。咁咧，教育局係可以咧俾你申請將嗰0.2個老師咧就變咗做funding咧，俾學校自己攞咗去用嘅。咁但係咧，我諗即係人係我哋學校裏面最珍貴嘅資源嚟㗎嘛老師。咁咧有啲校長咧就會用呢個0.2咧去請人啦。咁但係呢個0.2可以有點樣嘅請法咧？其實有幾種嘅。第一就係請一啲咧唔係全職嘅老師。我以前都有試過有啲嘅同事咧，佢係0.7個嘅教職㗎。咁即係咩意思咧？就佢可以咧一個禮拜5日啦佢可以休息1日。咁工作量理論上行政工作咧都係按住70% 呢個比例咧就安排翻俾呢個同事啦。咁或者甚至乎係半職嘅老師0.5嘅老師係啦，咁就係翻一半日子或者一半時數啦咁呢啲都係常見。咁頭先講嘅0.1個老師亦都係其中一個方法但係點解出0.1都會有人做咧咁呢個咧稍後再同大家咧係詳細分析下。好啦，咁除咗呢啲0.5、0.7呢啲老師之外啦，咁另一個更常見到，亦都係 fresh grad 經常都會遇到嘅一啲情況，就係可能係0.5個嘅salary grant 即係政府請嘅常額老師，0.5個常額老師加0.5個嘅合約老師，湊齊咧1.0個老師。咁呢個咧就係會比較常出現㗎啦。唔同嘅比例都會有嘅，咁視乎咧學校究竟佢係點樣去調配呢啲小數點嘅位嘅老師咧，去請更多嘅老師，個槓桿更加大。咁你話我係一個 fresh grad 啦，究竟我點樣去分辨究竟我係屬於一個乜嘢嘅老師咧？我點數係幾多咧？其實咧有機會咧，你會喺合約嗰度咧係見到你有幾多嘅分數，但係亦都唔係間間學校寫，因為冇話個必要要寫嘅。咁咧有更加簡單啲嘅方法啦，呢個肯定中㗎啦，一定啱嘅，就係你睇下學校有冇幫你開一個嘅公積金戶口呢個咧就係陣間我要講嘅其中一個關鍵。如果咧你係一個編制老師嘅話咧，學校咧係必須要幫你開一個嘅公積金戶口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係一個合約嘅老師嘅話咧，咁你就會有一個嘅強積金戶口。咁所以如果你又有開公積金戶口，又有開強積金戶口，你就係一個常額老師加一個合約老師咁樣嘅結構啦。
嚇。咁但係你話如果佢哋好彩喎，你係一個 fresh grad，但係你係直接公積金冇開過強積金嘅，咁啊恭喜你啦嚇！呢位同事呢位新同事咧，一定係有啲好突出嘅地方，令到校長咧直接俾個1.0嘅常額位你嚇，咁啊恭喜晒你啦！好啦，咁啊再者啦嚇，如果同事咧即係已經入職到可能9月10月啦，咁啊學校已經幫你開咗 e-services 嗰個戶口嘅話咧，你亦都可以撳入去喺呢一個個人資料啦嚇，你服務緊嘅學校裏面咧，你可以睇到嘅有幾個寫法，例如寫住 GMS 個 slash 啦 OTH/0.2。GM/REG/0.8 咁樣嘅話咧，咩意思咧？就係 OTH 即係 other funding 啦，咁啊即係話用合約嘅方式請你嘅就係0.2，咁啊 REG 即係咩 regular 啦，咁即係0.8啦，咁啊湊埋就係1.0。咁誒你嘅人工咧嗱，即係湊得齊你嘅1.0咧，你嘅人工咧係冇影響過嘅，一樣都係按你嘅年資咧去出翻糧俾你嘅嚇，咁所以大家真係唔需要擔心。亦都咧，你如果係1.0嘅話咧，你可以準時跳 point，即係話你去到下年9月1號嘅時候咧，恭喜你啦，你可以由 point 17跳到 point 18咁樣都可以。但係如果你係點數老師，例如0.5嘅，咁你就 sorry 啦，你要每2年先跳到一次 point 啦嚇。咁但係你傻咗啊嘛，因為你做少咗好多嘢噶嘛嚇。咁呢個就即係有辣有唔辣啦嚇。好啦，咁啊頭先講到點解無啦啦要講呢一個嘅點數老師咧？其實咧校長玩緊一個公積金嘅遊戲嚇。咩叫公積金咧？即係話你如果你係受到津貼學校嘅聘請嘅話咧，你就需要按住呢個公積金條例啦去加入呢一個嘅津貼學校嘅公積金嗰個計劃。咁呢個公積金係非常之吸引嘅，其實係非常之保障到咧老師退休之後嗰個生活嘅。咁啊點解咧？咁啊講少少啦。嗱，其實咧公積金咧就係由3個部分組成嘅。咁第一咧就係老師自己嘅供款啦。咁老師自己嘅供款咧就係人工嘅5% 無上限咁去供嘅。咁所以你話同強積金嘅分別就會喺度就會好出現啦嚇，因為強積金係有供款上限，每個月嘅供款上限，但係咧學校嘅公積金咧就冇呢個供款上限，所以你哋供個數係會多㗎。咁變相就係你他日退休嘅時候，你攞翻嗰嚿錢咧個數量亦都會大咗啦。好啦，咁另一個部分咧就係個政府嘅供款啊，或者叫做政府嘅捐贈俾你嘅一個額啦嚇。咁啊當政府供款咁先算啦。如果你係0至10年嘅話咧，就係5%；10至15年咧10%。多過15年咧就會係15%，哇都幾和味㗎。如果你係連續做咗15年嘅老師咧，即係話你人工嘅嗱，你可能15年你係 GM 已經爆頂啦，肯定係㗎啦。咁然後你可能8萬幾蚊人工，以今時今日計，裡面會每個月有20% 係抌咗落去你嘅公積金嗰度供款，你都唔係話唔誇張㗎。其實咁另外一個部分咧就係股息，咁啊股息嗰個咧陣間再講多少少。咁另一樣咧，同年份有關嘅嘢咧，就係嗰個你拎呢一個公積金嘅時候咧，究竟你攞到幾多個 percent 嘅政府捐款嚇？咁如果你係0至5年，即係你話你入咗職之後做咗2年3年嚇，你就覺得我唔適合呢個教育界啦，我離開嚇，咁咧你就1蚊嘅政府供款咧，你都係拎唔到嘅。好啦，但係如果你做咗5年之後咧，第5年咧你可以攞到政府捐款嘅50%， 6年就60%， 7年70%， 8年80%， 9年90%，咁啊啱啱做夠10年之後咧，你就可以攞晒政府幫你供嗰個部分啦。咁所以你會聽到咧，成個公積金嘅故事咧，其實就係同年資有關嘅嚇。你供咗幾耐，咁後續下5年、10年之後發生啲咩事情咧，就完全睇你邊一日開始供起。咁所以咧，對於新老師嚟講，如果你早一日可以加入呢個公積金咧，其實你往後嗰個公積金嘅滾存咧就會係大非常之多，誇張非常之多啦。咁所以越早開始儲就越着數啦嚇，同埋呢個嘅年資咧就真係完全唔受究竟係0.1啊、0.3、0.5、0.7呢個比例影響，完全唔受嘅。總之你0.1都好咧，佢都會當你係一個連續供款咧，你就可以滾存個年資噶啦。咁啱啱講到啦，啲校長請新老師嘅時候，就特登將一個常額位，可能例如1.0個常額位拆做0.3、0.3、0.4咁樣去分派俾啲新老師咧，其實就係營造緊一個雙贏嘅局面嚟嘅。因為我頭先都有講過啦，新老師啦嚇，OK，佢越早開始去儲呢一個公積金嘅年資咧，其實就對呢位老師咧係越着數嘅。咁但係我哋係學校嘅管理層咁樣，我哋就睇住establishment 嗰條大數去請老師。咁我可以
即係每個老師都俾晒1.0佢嘅，咁啊跟住funding還funding啦嚇，regular 還 regular 咁去請老師咧，絕對冇問題嘅。咁但係翻轉頭就係，如果我本身有1個位嚇，我可以拆到做3個位，咪多咗2個老師可以供呢一個公積金咯。佢哋多咗2個老師可以早啲去儲呢個年資。反正就係話，我哋學校根本就到目前為止係未有一個 regular 嘅位嚇，未有一個完整嘅 regular 位咧係可以 entertain 到呢個老師嘅。咁不如就拆細我哋幾位新嘅老師咧，就分咗個1個教席，就3個人都可以供呢個公積金咧，早啲儲就早啲着數啦。咁啦，話唔係喎，我公積金捐款少咗啊，係呢個係事實。咁但係無論你自己嘅供款又好，定係政府嘅供款都好，其實個數值係相對細噶嘛。往後嘅年數去到10年、15年之後嗰條數先係大數。咁所以你話早少少儲嚇，咁你後面咧賺得就多咗。其實咧係校長咧利用佢個財技咧去幫新同工係爭取咗一啲嘅利益嘅。咁當然你可以死拗啦，我做一個人嘅嘢嚇，我又同隔離個老師做同樣嘅regular 嘅工作，點解唔俾1個 regular 嘅位我？好唔公平喎！嗱，呢啲你可以拗嘅嚇，咁呢啲就往後你喺下面留言欄嗰度鬧啦嚇。咁但係我就純粹講翻喺個教界嗰度咧有個咁嘅現象。咁啱啱都有講到3個部分啦，咁啊一個就係你自己供款啦，一個政府供款，剩低係咩咧？股息嗱，咁啊公積金咧其實係 promise 咗咧個股息咧係每年咧有5%嘅，呢個係最低嘅數嚇。咁如果嗰年賺多咗，投資賺多咗嘅話咧，其實係可以攞到5%或以上嘅。咁呢個就好少見啦嚇，即係喺我供款嘅呢段時間裏面，我就係見過1-2次係多過5%嘅啫。但係 anyway 呢個5%嘅數咧，其實都非常之吸引嘅。一開始講係咪啊？0.1個嘅老師究竟係發生緊啲咩事情？呢個0.1嘅老師其實唔係請緊啲 fresh grad 嘅。佢嗱0.1唔係指0.1加0.9喎，係真係0.1喎。咁但係發生咩事情咧？如果有一啲嘅提早退休嘅老師啦嚇，或者即係做到好攰啦嚇，我去到56、57歲，話再去頂住一整個嘅 SGM 嘅職位，或者係一個 GM 嘅職位，好攰。咁啊，所以想離開啊，咁啱咧，你嗰個嘅經驗嘅你嘅經歷資歷嚇，俾某個嘅校長覺得哇好正喎，呢位老師，不如你過嚟做啲顧問嘅工作啦嚇。咁即就有機會係咧特登整一個嘅0.1嘅 regular 位出嚟去請呢一個老師。咁人工係真係0.1嚟㗎嚇，即係可能我當你 GM 爆頂8萬嚇，咁我真係俾每個月8000蚊左右嘅人工嚇呢位嘅老師。咁但係你倒轉頭諗一諗，就係頭先我講嗰個嘅公積金嗰條數嗱，因為公積金可能一個臨退休嘅老師，佢個戶口裡面咧係已經有成600-700萬嘅。如果可以維持到佢嘅公積金戶口，佢可以繼續滾存落去嘅1年咧，其實佢都袋成30幾萬至40幾萬嘅。咁呢個唔係當人工啦嚇，咁啊可能當係塞入去公積金嗰度一路滾存落去，咁佢再做多1年2年嚇，其實嗰度就差唔多成60-70萬，甚至乎去到80萬㗎啦。咁呢個數其實你都唔係話唔誇張啊嚇，即係純粹就係喺學校裏面可能教一班多少少嚇，然後就2年就已經可能碌多成80幾萬去退休嘅話咧，其實係非常之筍㗎。咁所以咧就點解會有呢一個嘅職位出現啦？而當年其實亦都有一啲嘅校長去分析，咁但係實在啦嚇，呢個例子實在係太極端啦嚇，咁所以咧先會咧俾即係各方咧嫌上啊嚇，即係話呢個校長真係咧以生命咧影響生命啦嚇，以生命影響生命啦嚇。好，咁啊同大家講咗呢一個嘅點數教值啦，同埋一個公積金嘅玩法啦。咁希望咧即係各位新入職嘅老師啦，你都可以諗下，即係設身處地諗下啦。你往後幾年咧，你要同校長去bargain咧，你自己咧跳翻上去一個1.0嘅常額老師嗰條階梯要點樣做啦？會唔會話你博取一啲嘅表現啦？等下校長早少少升到你去做一個嘅常額老師啊？又或者係你會準備去跳槽跳去另一間學校咧？咁因為魚唔過塘唔肥噶嘛，係咪？咁你就可以咧爭取到更加高嘅一啲嘅常額教值嗰個比例啦，甚至乎係1.0嘅常額嘅老師。咁呢啲咧就靠大家咧自己去做自己嘅職涯規劃啦嚇。咁今日同大家講到呢一度啦，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講下其他話題，拜拜。
支持井頻道嘅製作，記得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你嘅支持對我哋嚟講係非常之重要，每一個 like 對我哋都係一個鼓勵，我哋會繼續努力同大家製作更加好、更加出色嘅作品。拜拜。